歡迎來到耶穌基督影片，這是一種新的影片格式。我們要做一些非常短、很短的影片，我們不會有開場影片，直接進入正題，聖經研讀。這個世界上發生了太多事情，我們有瘟疫，各種事情正在發生，還有戰爭的謠言，戰爭的謠言，各種各樣的事。上帝把這些短片放在我心上，這些短片大概每段只有幾分鐘，主題會是一個單一的，有時候會是很難的主題。其實很多時候這些主題會很難，一切都會圍繞着世界末日，一切都會圍繞着啟示錄。我們擁有超過425支免費影片， Facebook、X、Rumble、Instagram 上有近15000名追蹤者，一切都是關於世界末日。歡迎。所以我們要談的第一個主題，我們只會講3段經文，然後向你展示這些經文是什麼。我們做過幾次聖經研讀，你看我們正在看的所有影片，主題是戀童癖。戀童癖這個話題非常令人不舒服，但戀童癖才是世界末日的方式。這就是世界末日的方式。教會裏沒有教過，主要我從這裏開始，所以這是第一支啟示錄短片。我們將從3段經文來說明我剛才說的。馬太福音18:2-6。接着我們要進入啟示錄，在馬太福音第8章，馬太福音18:2-6，你們當中許多人都認識這段經文，也看過、讀過。這句話在電影《自由之聲》中被引用。如果你還沒看過，強烈推薦，我們一起讀吧。耶穌就叫一個小孩到他面前，讓他坐在他們中間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若你們不轉化，不成為像小孩一樣，絕不能進入天國。因此，凡謙卑自己為這小孩的人，就是天國中最大的。凡以我名接納這樣的小孩，就是接納我。但凡使這些信我的小孩犯罪的，若他脖子上掛着磨盤，淹死在海底，對他來說反而更好。現在，耶穌在這第一段經文中，是對孩子說話並談論兒童。他歡迎孩子，稱小孩為他，正如你在第2節所見。他談到他，你們必須像小孩子一樣，才能進入天國。然後他說我們必須謙卑自己。但最重要的經文是第6節，凡使這些小孩中一個，他說的是信我的孩子們，若他脖子上掛着磨盤，淹死在深淵裏，對他來說會更好。海的，你看到磨坊石這個詞了嗎？記得在啟示錄18:21-22，讓我們一起讀。於是有一位大天使舉起一塊像大磨盤的石頭，丟進海裏，說：這樣，大城巴比倫就要被推倒，從此再也找不到了。豎琴手、音樂家、長笛手和小號手的聲音將不再在你心中響起，你身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工藝的工匠。磨盤的聲音將不再在你心中響起。有一個地方叫巴比倫，在啟示錄第18章，但被一塊巨大的磨石摧毀。這恰巧就是我們剛剛在馬太福音第18章讀到的磨坊石的同一記喻。一位偉大的天使像重擔般扛起一塊石頭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，當聖經給你資訊時，它確實是在給你具體的資訊。這絕非巧合。馬太福音第18章耶穌談論任何傷害兒童的人，比如戀童癖者；而在啟示錄第18章，這正是大天使摧毀這座偉大城市巴比倫的磨石。
這不是巧合。他告訴我們，這個偉大的城市巴比倫充斥着猖獗的戀童癖。你看，馬太福音第18章就是同一塊磨盤，而巴比倫就是用這塊大磨盤被推倒的。正如你在第22節看到的，磨盤的聲音在你們裏面不再響亮，所以這個地方巴比倫充斥着猖獗的戀童癖。為什麼我會說戀童癖是終結，帶來世界末日？因為你剛剛看到的啟示錄第18章，會引出啟示錄第19章。我知道這有點顯而易見，但啟示錄第19章是基督的再來、主的日子、主可怕的日子。這裏一切都被徹底毀滅。我們會分開討論，但先讀啟示錄19:1-2。聖經的副標題說：天因巴比倫而歡欣。在這一切之後，我在天上聽見一大群人的聲音，說：哈利路亞！救恩、榮耀、尊貴、權柄，都是屬於我們的主我們的神，因為他的審判是真實且公義的，因為他審判了那位已敗壞大地的蕩婦。他已為他報仇，他僕人流的血在他身上。你看，我的朋友們，巴比倫，偉大的、偉大的城市，其實是同一個地方，而這地方卻成了天堂的目標。天堂對巴比倫有把霰彈槍。當巴比倫被摧毀，他以基督的再臨達到高潮，這是終結，也是絕對的終結。所以當我說戀童癖時，這會導致我們文明的終結，這在聖經中字面上寫着。你可能會問，巴比倫在哪裏？這是下一支短片。奉耶穌的名。